是阮的主，阮专心感谢你。你拣选软弱有罪的人来亲近你，来服侍你。主啊，阮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阮真实明白，阮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洗清去阮的罪。所以主啊，阮愿意承认阮的罪性，恳求你怜悯阮。求你帮助阮，清去阮的心肝，互阮会当透过今日的礼拜，甲你搁一遍亲密的沟通。伊也伫礼拜中间静静听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来照安尼去行。恳求主你施恩典帮助阮，特别阮恳求你，恳求主，你会当透过你所拣选，甲你同工，或者你所重用的器具，保守看顾因所做的服侍，互因无论唱诗歌学乐理，或者是书画书琴、传讲信息，或者是来帮赞所有兄弟姊妹，透过甲你同齐道亲近你，或者小会员，恳求主你用圣神充满因，保守看顾阮所做心灵的服侍，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众兄弟姊妹得到祝福。亲爱的主，阮今仔日要透过圣礼典，搁一遍甲你相亲近，明白阮是属于你的百姓。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甲你交陪的过程中间，真实感受到主甲阮三甲之地的快乐。亲爱的主，阮今仔日伫即场礼拜结束了后，也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求主你亲自甲教会的属灵领袖三甲之地，透过你所赏赐因的智慧的记忆讨论，来满足主的心意。恳求主你帮助阮，阮特别恳求主你甲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少年教会三甲之地，互阮所做的、所传的，真真正正会当完成你伫即世间的计划。恳求主你保守看顾这一切，阮也将台湾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看顾所有的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正教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责任，遍传救人的福音，互万民得到祝福。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息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弟兄平安，各位来敬拜咱上帝，请起立，咱来吟诗。圣诗51首，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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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做伙来向阮的上帝祈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主宰。你创造生命，享受万命，你掌管天地甲海。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阮的关台。避难所、困难甲帮站，你阁是阮在天顶的爸。亲像老爸，你用永远的爱来疼阮，为古早、现在，直到永远，永远无改变。你的疼是何等完全，四面保佑阮。你的疼遐尼仔细，亲像咧照顾目睭的目睭人，安尼一样。为了听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放杀天顶荣耀宝座，看无家己，谦卑家己，降生伫马槽，为了阮世人的罪，爬十字架，为了世人赎罪咧十字架顶，为了罪人死，并且死的十字架顶的世间上无比的这个疼搁较大。怎阮感谢你的恩典？总是，原在人实在软弱，阮足容易受到外口的环境的影响，别人的影响，常常体贴阮身躯的需要，常常无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听主阮的上帝。
也无听厝边亲像家己，嘛常常违背上帝的意思，行家己的路，做家己欢喜的代志，佮常常有意无意之间得罪你。求你即时赦免阮的罪，洗清我的罪，比雪较白，互阮内底重生有正直的灵。阮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通天然无惊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得到你的恩惠、恩典、保守甲安息。主啊，这7天中上水的早起，你搁一届组织你的百姓，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来在阮中间，你的阳光充满相连这个圣殿，让你信心自由的运行。主啊，你管制阮的目睭，互阮在圣殿中只有看到上帝，主一人，无看到别人。主啊，你会用圣灵来触摸阮的心。主啊，发动阮内底心灵的圣神，互阮甲你的相拄。主啊，你有哪去阮的耳孔，互阮安静。主啊，赐上天顶来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奥妙，嘛就真正来心甘乐意来实行你的教训，互阮会当提升阮的生活，阮的好作为。来荣光上帝，来第一正人。主啊，阮来感谢你。今日是总会所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求你赐下你的恩典、怜悯甲带领，互全世界普天的各道路，奉你的名聚会所在。阮的祈祷无完全，即时我们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欢迎。启用第一篇，在圣经后壁第一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印。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在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咧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以上，咱个来吟诗，学咱的上帝。诚信诗第11首，母着主宰，你何等伟大！第招募第4页。
咱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学了圣歌队，哦，何等可爱！哦，何等可爱！我
一切恶乐归予至悬的上帝。咱个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士师记第6章11到18节。士师记第6章11到18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俄弗拉，坐伫阿比以舍族的人约阿斯的橡树骹。约阿斯的囝米甸伫即个遐伫拍卖，毋爱互米甸人看去。耶和华的使者对伊甸显现，对伊讲：大起来的勇士啊，耶和华甲你伫咧。伊甸对伊讲：我的主啊，若耶和华甲阮伫咧，阮怎样拄着这一切事啊？阮列祖所甲阮讲，耶和华遐个奇事打咧落。因讲，伊竟无带阮对亚骨上上来。当耶和华放杀阮，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耶和华看基甸，甲伊讲：利用你即个气来救以色列出米甸人的手。我竟无找你嘛？基甸甲伊讲：主啊，我要用啥物救以色列？看，我的家是玛拿西中第一送乡的。伫我老爸家，我是第一岁。耶和华对伊讲：我要甲你伫咧，你要拍米甸人，亲像拍一人一样。伊甲伊讲：我若伫你面前得到恩典，求你予我一个兆头，通知甲我讲的就是你。请你毋通离开遮，听候我过来你遮，带来我的礼物。下伫你的面前，伊讲：我要听候你过来。以上，今日咱中间头毛实是蔡牧师，伊的讲题是圣经人物系列39种，第1讲基甸，咱用恭敬的声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咧看圣经中间伟大人物，即大能的勇士的时阵，可能有一寡兄弟姊妹会有一寡错误的看法。咱可能会认为讲，上帝拢竞选迄个介赞的，真厉害。圣经中间即典范，上帝所竞选的人，大概拢是一寡真伟大的人物，也是讲有真特别、有特别的才能的人，毋是普通人。所以咱检查会认为讲，啊，上帝绝对袂竞选我，因为上帝拢竞选一寡真特别大能的勇士。啊，亲像你我遮尔普通的人，一定毋是上帝竞选的人。所以牧师的咧讲道的时阵咱凊彩听听就好吼，这甲我无关系。但是事实上，敢真正是安尼？咱今日要对基甸的故事来找求答案，所以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要注心来听你的话。我要撑起阮的耳孔，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的心意，也照安尼去行。恳求主帮助阮。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其实咱爱理解上帝经常使用亲像你我同款真平凡的人。咱今日要来看基甸的故事。咱看见基甸后来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带领以色列人去对抗米甸人。但是伊敢是一开始就是安尼。如果若毋是，咱来相信一件事，就是讲，上帝嘛会使用甲咱同款，甲你我同款真平凡的人。这代志会发生伫基甸身上，伊嘛会同款发生伫咱的身上。咱先来看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
士师的时代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在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后，一直到扫罗王被撒母耳设立成做王进前，中间这段时间，咱来看士师的这段时间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时代？咱来看士师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安尼讲迄个时期，以色列人无君王，人人趁家己的意思来行事。若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做，就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嘛。因为无受控制，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做，所以咱会当理解来讲，士师其实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咱若看约书亚的时候，咱感觉约书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约书亚带因过约旦河，然后到上帝所应允流奶甲蜜的地，然后伫遮开始经营因的生活。所以约书亚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约书亚接续这士师记，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因为咱顶回嘛有讲过。一切人伫约书亚了后，因就离开上帝，去敬拜偶像。结果，上帝就借着真侪外族来攻击一些人，毋望因会当悔改。但是当时上帝嘛是怜悯的上帝，所以伫因受外族攻击的时阵，上帝佫兴起真侪支派的这领袖，领导一些人来对抗外族的侵害。这人就是被称作士师。伊原本的意思是审判官，咱会当安尼理解，就是讲，伊是各支派的这领袖，带领一些人对抗外族的攻击。基甸的时代，伊的外族攻击因的外族叫做米甸米甸是一个游牧民族。咱若看这圣经的历史米甸因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某基土拉所生的囝叫做米甸。米甸地就是伫这迦南地的南边。其实伊甲以色列人有一寡关系譬如讲，咱若看出埃及记的时阵，摩西对王宫逃走逃走离开埃及的时阵，伊就走去倒位？走去米甸地去避难伊摩西的某嘛是米甸人，伊的岳父就是叶忒罗，就是米甸的祭司。所以其实因甲以色列人有一寡关系，但是伫士师的时期米甸人甲以色列人是互相对敌的。以色列人常常受到米甸人的欺压。照圣经的描述，就是因为因偏离上帝，所以上帝兴起这米甸人，要互因警醒。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士师记的第6章11节开始。伊讲上帝找伊的天使来到一个庄舍，叫做乌弗拉这个所在这个时阵，伊来到一个约阿斯的这个家庭。约阿斯的囝叫做基甸。这个时阵基甸伊伫这个酒窟内底咧拍麦然后天使看到伊，就对伊讲：勇敢的壮士上帝甲你伫地。结果基甸听了这句话尔伊就来反驳伊讲：上帝无甲阮伫地如果若上帝甲阮伫地，阮可会做有着遮尔侪不幸的代志。米甸人为虾米会来阮糟蹋？阮过去阮祖先甲阮讲，上帝安怎带因出埃及，行真侪神迹奇事，今日遮拢无去上帝已经气煞阮，上帝已经要将阮交伫米甸人的手中。然后咱看见了，这个时阵上帝亲自对伊显现，对伊讲：你要尽你上介大的力量来解救一些人脱离米甸人的手，我要亲自差派你。伊个应上帝呢伊来上帝讲：主我无可能解救以色列人我是属这玛拿西支族上界宋乡的一个宗族，上界弱的一个宗族，而且我是厝内底上界细、上界无重要的人，所以你去找别人，莫找我。但是上帝来讲一句话，讲
我得甲你同在。啊，基甸佫无相信呢，伊讲。我若你若真正甲我同在，你爱互我一个条头，爱互我一寡证据。后来咱若继续看咧，上帝就互伊一寡证据，互伊明白上帝真正甲伊同在，呼召伊去带领以色列人去面对这强敌米甸人。咱若有事先去看基甸的故事，咱就知影吼，基甸伫一个真混乱的时代中间，一个以色列人受到外敌真大的压制的中间，上帝竞选伊来改变迄个时代。但是基甸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为什么会受上帝竞选？咱要对伊的故事中间去学习什么款的代志？那基甸会去用上帝竞选，安尼你甲我，上帝敢会选咱？咱首先今仔日吼，咱即礼拜要将迄个焦点放伫基甸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后来咱来看基甸安怎转变的。首先吼，咱来看基甸吼，基甸是一个出身伫宋乡甲卑微的一个家族。咱看记着，当上帝会呼召临到基甸的时阵，伊对上帝安怎讲？伊讲主啊，我无可能去解救以色列人，我怎样会通解救以色列人？我是属玛拿西支族上界宋乡上界弱的宗族。我是厝内底上界细、上界无重要的人。伊对上帝安尼讲，其实吼，咱来理解就讲，咱人吼，若用人的眼光来看吼，咱人若家庭中间，倒一个时代拢相共啦吼。过去安尼，现在嘛是安尼，咱拢会安尼理解就讲，如果若有家族的设定吼，诚做我的靠山。我若出世伫一个真有背景的家庭吼，我总是比较较有机会当出头天啊！咱拢会安尼想嘛。有人讲你若有一个较好的家庭吼，你会当减奋斗20档。咱拢会安尼想。但是吼，咱对圣经中间看上帝咧选人的时阵吼，上帝原则毋是安尼。为什么？上帝原则是安怎？一个人若哪瓦靠即世间一切物件吼，伊就对上帝哪袂瓦靠啦。那所有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瓦靠的时阵，人较真正瓦靠上帝，才会当显明上帝伟大。所以保罗安怎讲？保罗讲，上帝竞选世上愚妄的，互有智慧的见效；伊竞选世上软弱的，互强壮的见效。所以，当一个人伊去挖靠即世上的物件，伊就感觉讲哦，我就是靠这个物件成功的嘛。但是，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无啥物通好挖靠的时阵，伊只有靠上帝的时阵，伊真实去明白。这完全是上帝的荣耀，完全是上帝的亏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你无啥物背景，或者是教会无啥物势力，但是你要明白，伫上帝的教会、伫上帝国度中间，上帝就是使用这款的人来成就大事。因为使用这款的人，会互上帝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因为这一切拢来证明。这是上帝成就的，毋是来自人的努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我本身是初代信徒。我偷偷地大家讲，我毋捌上过主日学，我大学较信主的，进前拢毋捌去过教会。我嘛无做过任何团契的会长，我嘛毋捌做过执事啊，我嘛毋捌做过长老啊。我一时啊，都做牧师啊。但是上帝使用我，甲伊同工，甲大家做伙同工。所以，亲像我这款的人，上帝拢有用啊，何况是各位啊？大家可能自细汉就伫教会长大，受真侪训练，所以毋通看轻家己。上帝咧竞选迄个世间愚妄的、迄个软弱的、互智慧的、互强壮的见效。因为咱到要挖靠上帝，互咱的困难，这是该要紧的一个重点。
无在伫咱出身，咱的背景安怎？请大家会记住。第二项吼，咱若看基甸的故事，咱重点拢放伫后壁面嘛。基甸安怎带真少的人，300个人去面对135000人，遐尼济的米甸人，咱感觉伊是一个大官能的勇士。咱感觉讲，哦，这个人一定足勇敢的。但是，请大家爱了解，伊其实足小胆的。吼，咱看见吼，天使找伫伊的时阵，伊咧创啥？基甸偷偷伫酒窟内底咧拍马啊，毋敢互米甸人知影。咱可能中间有人做过事吼，啊，可能嘛大多数拢毋捌做过啦吼。拍马啊，爱伫倒拍？咱拄则伫读迄个启用文的时阵，讲亲像粗糠，互风吹去了无？迄拍马啊，就是讲本来有马啊有壳对无？吼，爱来拍互喙壳较轻飞起来了，互风吹去。吼，安尼壳就甲迄个马啊分开嘛。吼，啊，所以拍马啊爱伫倒拍？爱伫有风空旷的所在对无？爱伫拍马仔场拍嘛？啊，基甸有拍马仔场？有啊，伊有拍马仔场。你若看第6章37节，伊有拍马仔场啊。啊，伊较毋敢去遐拍，因为惊叫米甸人看到，伊走去倒拍。酒窟仔是这呢，一空，吼，米伫内底，啊，伫遐拍马仔。所以吼，咱对安尼，咱就知影讲，伊做小胆，无胆。所以上帝竟然用这款无胆的人，伊伫酒窟仔内底拍马啊，可见伊是有遐尼啊惊米甸人，可能看到米甸人，听到米甸人，伊就皮皮喘。咱上帝使用遮尔小胆的人，无胆的人，所以有时阵咱讲咱无胆，我毋敢做这个代志，这伤恐怖啊！但是，请大家会记住，基甸就是这款人。啊，其实我嘛是啊，我会记我第一遍讲道的时阵，我一上台我就皮皮喘，迄讲道的声阁有抖音啊。我看到我的牧师伫头壳咧听，我看到伊，我就毋知要讲啥。吼，讲啊规身躯，迄冬天讲哦，讲啊规身躯寒。然后吼，本来讲阿伯拉罕的故事，讲对摩西去。讲了后，我的牧师吼，本来是要讲1点钟啊，讲20分讲了，我的牧师搁摕伊的讲稿搁来讲一遍，惊大家听毋着。无胆，但是上帝就是透过服侍过程中间去训练我，所以请大家毋通讲啊，我无胆，我会惊。基甸是即款的人，牧师是即款的人，但是上帝若要使用你，伊会栽培你、帮助你，勇敢壮大。第3项，咱继续来看吼，咱咧看基甸的时候，咱感觉讲哇，伊是信心伟大的人物。的确真有信心嘛，但是圣经来讲吼，伊毋是一开始就有大有信心呢，吼。圣经记载伊对上帝足无信心的啦，伊几啊遍求上帝爱出现了来印证，吼。伊怀疑上帝能力，甲上帝奇妙的作为。咱免讲啥货，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就咱讲嘛，吼。当上帝，当天使来讲，上帝甲恁同在的时阵，伊对伊讲：上帝无甲阮同在啊！吼，那上帝甲我同在，我为什么会做有着这么不幸的代志？阮祖先过去来阮讲上帝安怎带因出来急？迄新约技术，惊真侪新约技术，啊，今仔日走去倒位？上帝已经击杀咱啊，要将咱交伫米甸人手中。所以对上帝其实无信心嘛，伊相信上帝已经离开因啊。而且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你若继续看吼，咱牧师有叫恁先看嘛吼，毋知恁敢有看无？吼，你若看你就知影，伊几啊遍求神力爱去做印证，吼。第一遍，伊讲有迄
迄个晒谷场对无吼？伊讲我将一束羊毛放伫遐，吼。啊，若第二天起来，羊毛是有水的，啊，涂骹边仔拢是干的哦。这一般无可能安尼嘛。你若落水就全部拢湿的嘛，吼。啊，若无落水就全部拢干的嘛。伊讲上帝，若羊毛有水，啊边仔涂骹是干的，安尼表示讲你甲我同在。叫上帝真正互伊看到，结果伊佫毋相信。伊讲上帝安尼无第二届变过来，吼，羊毛是干的，啊涂骹是湿的。上帝佫互伊看，表示啊，伊对上帝一点仔信心嘛无。咱普通人讲看一遍就哇，真正上帝甲咱同在，但是伊爱看2遍，所以伊对上帝一点仔信心嘛无，吼。但是上帝依然使用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毋通讲哦，我对上帝吼，有若其实无啥物信心啦，吼。请你会记住，基甸一开始嘛是安尼，上帝呼召伊使用伊，所以上帝今仔日呐，上款呼召你使用你，伊会亲像伊咧辅导基甸上款，一步一步强化咱的信心。基甸除了对上帝无信心以外，吼，伊其实对家己嘛袂肯定。伊对家己嘛无信心嘛，伊认为伊无能力去执行上帝所交代伊的代志嘛。虽然天使称伊做大能的勇士，但是伊讲主啊，我怎样会当解救以色列人？咱拄则有读过，伊讲玛拿西支族中间我是上向的迄个支族，我是厝内底上界无重要的人。咱知影这圣经中间真特别的，就是讲伊出世伫倒。乌弗拉这个所在，咱讲伊这个庄社叫做俄弗拉对无？乌弗拉这个所在，这所在伊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亲像沙上款，亲像尘土上款的一个庄社，意思是讲一个真卑微的庄社。咱一般讲咱迄个出英雄的所在，拢嘛是迄大都市啊，受较好的教育，有真好的背景。这款的。亲像土上款的庄社，较有可能是一个民族英雄出身的所在。伊的家族是上界卑微的，所以伊对家己一点仔信心嘛无。而且，咱对圣经中间，咱真显然了解，基甸伊是一个做事的嘛，伊毋是小战的人，伊无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上帝呼召伊来。将属一个军事的任务，来打败缅甸人，拯救受压制以色列人。所以，伊对家己无信心嘛。但是，这段经文中间的一个上界重要的重点，是上帝来保证一句话：上帝对伊讲，我要甲你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句是上界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有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被肯定啦。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就是新创造的人嘛。人若伫耶稣基督内底，都是有新创造的人嘛。咱就毋通用过去人的标准来评估咱家己。如果若上帝甲咱同在，咱是无所不能啊，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上帝会透过咱的手所做的工来完成伊的计划。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你对家己无信心、袂当肯定的时阵，你要做一件代志，你求上帝使用你，求上帝甲你同在，你就充满气力，会当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最后，咱来看真侪人毋敢互上帝使用，是感觉讲啊，我生命中间有足侪缺点的，我可能有一寡无好的习惯，所以上帝，你若使用我你使用较完全的人，无就等我改了，我变哪完全的时阵，我较互你用。但是咱对基甸的生命中间，咱发觉讲基甸生命中间有真侪软弱啦，伊无爱权力，所以人要叫伊做王，伊讲伊无爱做王，伊的囝嘛袂当做王。但是咱看见着
伊有真侪某，生70个囝，吼。咱中间可能无人生70个囝，吼。所以伊家庭真混乱啦。咱若继续看吼，咱后礼拜继续来看吼，伊个家庭就是因为遐尼侪某、遐尼侪囝，产生真大个问题。吼，伊无爱管，但是伊爱金啊，伊叫人摕金啊，互伊，后来做一个伊负责，后来变做以色列人的偶像，为伊个家庭带来致命的危险。所以生命中间永远存在着真侪缺点啊。其实你若认真去看，伫上帝所拣选的人，伫圣经中间，甚至真伟大的人物，伊拢有真侪缺点。比如讲摩西遐尼伟大，但是伊嘛是一个有罪软弱的人，伊真暴躁，伊真急躁，大笔是圣经中间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但是伊受情欲所捆绑。所以咱看见着，这真侪伟大的人物，伊生命中间永远有迄个致命的缺点，但是上帝永远使用伊。所以咱来理解一点，如果咱要听候咱生命中间的所有软弱拢来除掉，才来服侍上帝，安尼你一世人拢无法度完成上帝的计划。但是同时，咱也爱理解咱生命中间有缺点，咱有爱面对伊去改变。但是咱会当先开始服侍，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上帝帮助咱慢慢改变。上帝带咱磨，互咱将咱的生命中间的缺点来磨掉。所以圣经人讲，咱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互上帝所器重。因为咱若献互主，为上帝所重用，来行逐项好的事。所以伫你献身的过程中间，上帝慢慢将咱的缺点来磨掉，互咱哪来哪合伊使用。咱等下要守圣餐，守圣餐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重点，就是咱知影咱是一个有罪的人，咱毋是完全人，所以咱较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来领受伊的恩典。每一遍守圣餐的时候，咱拢知影。咱是被主耶稣基督拍破的身躯、流出的宝血洗清去的，来得到救赎的人。所以我愿意将本身献予上帝，求上帝来磨我、清洗我，互我成做伊重用的器具。亲像基甸同款，伊毋是一个完全人，亲像摩西、亲像大卫同款，因拢毋是完全人，但是因拢会当互上帝使用。所以我相信咱今仔听牧师分享的这个信息，咱可能有一点仔信心啦。咱无亲像基甸安尼，充满遐尼侪软弱，但总是基甸后来有转变。咱后礼拜佮继续来分享。但是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愿上帝使用咱每一个无完全软弱的人，来成就伊的大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罪软弱的人，会当成做你所使用、所拣选的器具。求主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互阮每一遍来到你的面前，就得到快乐。互阮当阮离开圣殿了，进入社会了，会当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求主使用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再来吟诗，学咱的上帝。圣诗219首，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请起立，咱吟全首，准备攻守圣餐。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地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或者是坚信的兄弟姊妹，做伙来甲主同坐道，共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恁既然着我担当当，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安尼讲，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三甲伫地。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摕饼祝谢。虽然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现在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阮牺牲永远的祭司。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在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阮透过接受者的对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继续生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伫疫情还未解除进前，咱请小会员摕饼互大家，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大家用恭敬的心，家己摕这个杯来听候，而且心中思考，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去咱所有的罪，咱因为安尼来感谢上帝。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请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因大家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阮培养阮灵魂生活的食物，也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以奉献继续咱的敬拜。头先我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遮参加聚会兄弟甲朋友。若是咱无填留名卡，咱做个头上一个留名卡，请你填一个资料，互阮来熟悉你。奉献是上帝，互咱的特权，互咱这机会来参与伊的事工。但是若是无方便，若是无了解，请免勉强。我开始奉献。
下造访的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好调阮做你囝儿，搁有分伫你的奉献，万项物拢是你所想事，将你想事的，我来奉献你是应该的，求我立做你圣工所用，祈祷教阮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坐。报告，咱来关心咱厝的代志，请翻开《周报》第6章第6页。第一点，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普世宣教事工，并且用咱的代祷甲奉献来支持。第二点，本会会友黄美芝姐妹，伫8月7日安息主怀，已经伫8月19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继续关心甲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全教会培灵会伫后礼拜6 9月19早起9:40到下昼4:30举行，请兄弟注意参加。第四点，青少年的牧区将伫109号，遐有4个中心甲活动，请兄弟大家参考。请翻到第12页。第5点，共管福音查经班伫后个月10月要开始第2阶段，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早个课吼，每拜2、上午甲暗时，拜4是下昼，请大家注意看来参加。请翻开到11页，再来照22位。是咱需要身体欠咱，需要咱关心的兄弟，请咱大家来纪念关心。我即马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有。第一位是李明嘉先生，伊是对巴西转来，毋知影坐伫倒位？李明嘉，伫外面吗？伫外面吼，好。好，第二位是温慧芝，应该是律师吼，好，这样哈。第3位是何梅慈小姐，你好，欢迎。其他毋知到第一遍来甲咱敬拜，也这无介绍着。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到咱贵宾室接受咱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多谢。请大家起立，咱来吟上言。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音煞，请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将受切恳。